为风台巴威继续向西边过来，气象署预估拜五暗时到拜六早起上接近台湾，到时全台湾拢落雨，中部以北山区爱注意大水雨。伫台湾的日本媒体人士版面呼张予一个香港查甫人攻击，由会表示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湾便利的特色，派卡友仔来犯案。除了中联暗砍事实，然后通报等罚1亿6千外万，也若泰山是罚100万，第一站会由的复修复报，6月中就知影有问题办，19天通报罚300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强烈风台巴威，伊是继续向西边过来咯。气象署预估讲，这拜三呢，就划向北边，拜五暗时到拜六早起是上界接近台湾的时阵。这七级暴风半径呢有300公里以上，到时规个台湾拢会落雨，中部以北的山区爱注意大水雨。上近拜四的时阵呢，这海上陆上警报做伙来发，那这风台巴威已经甲这关岛省等甲真凄惨咯，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爱事先做好准备。大风大雨靠过去，街路的墙啊拢风扣到完后，甚至有车风扣一个变过。强烈风台巴威是对太平洋渐渐划过来，目前离台湾差不多2100公里。不过，车6巴威风台是先扫过美国太平洋的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其中灾情上严重的是罗塔岛，严重受从无水失电。It was my first time, like that strong typhoon. Yeah, very scary. 目前气象署预估巴威嘛是同款沿太平洋高压的南边往西边刷过去。暗时拜三初八暗时开始出现北转，一直到拜五初10来到琉球群岛的南边。预估拜五暗时到拜六的这时是上海台湾的时阵。暗时上近拜四这时发布海警，半暝发布陆警。所以预报几率上还是以这个路径最高，要登陆的话几率是比较偏低的哦。西北的角度是比较高，而且它也是距离彭佳屿以北的方向在往前走，所以以目前预报上来看的话，还是会带来一些西北风，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山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气象署预测路径是以通过台湾东北边的近海，再个往西北过去，到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上悬，无一定会变作典型的西北风台，但是期间嘛是会靠西北风影响全台。另外，伫挖台湾的时阵，7级的暴风半径，同款有300公里以上，暴风圈可能会先吸到东北部的陆地，扫落来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拢入去暴风圈的范围。总共是提7巴威上挖台湾的时阵，有可能会离无到100公里，今日全台的风雨都会真明显。按照现在的预报的路径来看哦，那当然影响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差不多云林彰化以北哦，一直到大台北、基隆到宜兰这一带这个区域哦，因为它如果接近我们的这个东北部的近海的话，整个北风到西北风会直接从海面灌进来。为了影响巴威有可能造成冲击，行政院长杜英台初7下晡是去气象署来视察风台警备的情形，或者提示讲北部地区对云林以北到宜兰，拢会第一个受到影响，可能靠10级到12级以上的阵风，加上强烈的雨势。另外南部有可能是买10级的阵风，风雨的一阵一阵，有可能雨势比风势更较大，对伊的威力是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这声伫要来咯，是我都挂这边正牌的南部县市也今仔日开始提早做应变。亲像高雄呢，针对着这较高淹水所在，甲这爆花贴管山区呢，也提醒遐个民众爱注意大雨危害。那台南呢，也加强这雨水下水道巡检。另外，这交通方面呢，屏东小琉球的船帮也要做调整，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要坐船进前，拢爱先确认过。怪手山鸟啊，无用试查，赶要伫风台入来进前，先甲2人客本土做搜准。因为高雄田寮美罗桥这大所在，6月25的大水库做水灾，那包厢的怪手山鸟啊，拢互水淹去，附近的人家厝嘛拢淹水。因为巴规风台会对台湾来，南部可能会上大雨。市府相关单位先做紧急应变，桥边已经雇用太空包装好势大型沙包要来挡水，附近的民众嘛先用冷冻图款一寡船粮起来去。内底冰库惊无电无水尔。因为阮拢有准备。啊，你食物件款偌几工？哦，拢几礼拜、几个月嘛有够。以紧急应变的方式，譬如说移动抽水机或堤防加高等相关的这个措施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周末的这个台风。
因为气象署预估巴威风台风雨威胁性大，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也带队去巡视雨水下水道的状况，要求相关单位落实清淤工作，和排水系统会当顺利运作。另外，已经连续2冬和风台扫到无通收的麻豆文旦，农民用心计较咧养藏，真不简单才恢复淡薄仔元气。即卖佫等到风台要来，农民敢若会当加强树位固定，减少落果。尽量把它固定那个树枝，不要它也增加那摇晃晃动，减少落果。现在怕风，因为它已经开始灌浆了，它里面有水分，稍微有一点重量，你看柚子都已经垂下来了。柚子垂下来，风一吹它就掉下来了。另外，在交通方面，屏东小琉球的交通船嘛提早宣布要调整准邦的时间，其中叶流线对拜四开始停驶，东流线拜四敢若开较中昼，拜五拜六拢是停驶的状况。有侪船需求的民众爱记得提早确认，避免被走一抓。记者柯明泽科家驻库桥用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这大学分科测验，拜6礼拜就要考试啊！说因为这风台来扰乱啊，就联会和大考中心是惊提早伫咧下晡时阵来开会，到今也未来定案。因为呢，这大学指考有3届因为天灾或者是新冠疫情，用补考或者是延后的这个方式呢，那阵这届决定要延期，就是这大学入学考试史上头一届因为风台来改时间。因为学测考了歹，这个省校的学生放弃个人的申请，规心准备7月份的分科测验，4个外月拍拼，这个拜6礼拜就要考啊！想要到巴威风台外来，考试的时间可能有变数。我比较倾向不延期，大致上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是期待上考场的那一天啊。但是如果延期的话，那就是把现在能做的再做得更好。这个细念的学生，嘛是学测的成绩出来了后，就咧拼分科测验，还佫请家教来上课。伊就是讲考煞就轻松啊，那会知影拄好风台来，真侪计划拢拍乱去。延的话，一方面是行政更麻烦，然后可能我们放榜时间会延后，整体来讲就是又要多折腾个2-3天，其实心理的负担上还是蛮大的。我蛮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觉得风大雨大没在怕。如果能赶快考完的话，淋雨回家算什么？分科测验伫转型进程是大学指定考试。2004年因为闽都2风台，造成东部交通冻点甲严重的灾情，200多个考生无法度顺利去考场。后来指定考试举行历史上头一届的补考。2020年新冠疫情滚价，因为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无法度去考试的考生会当补考，名额有另外算，毋过袂当填医科甲期科等等管制名额的科系。2021年上尾一届指定考试，因为新冠疫情延期2届，一直到7月28至30才来举行。初7下晡，就联会甲大考中心提早举行应变小组的会议。会后，人伫新竹主持全国教育局长会议的教育部长陈永尧访问讲，这届考试的时间，陈永尧讲，分科测验确定延期。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会延期，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1、2。还是2、3，我们现在还是在招联会考量这一个整个我们这一个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陈永尧讲是延到后礼拜1、拜2，也是拜2、拜3，招联会会照气务条件甲准备，也佫有初8早起上新的气象资料来判断。初8早起9点就会对外宣布上尾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在太平洋试射这洲际弹道飞弹，引起附近国家不满。日本要求中国呢，就要避免任何可能威胁日本安全的行动。那欧洲也谴责试射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国务院也批评中国建立核武不透明，中国就爱参与韩武会谈。那台湾也批评中国是伫遐制造惊吓。有学者是认为讲呢，这中国的目的就是要甲大家吓惊，展现讲因有核打击的能力。一粒大型飞弹为海面射出来，直直飞上天。中国测量试射无挂实弹的尖射洲际弹道飞弹，落伫南太平洋相关区域紧张局势。中国讲有恐怖日本、澳洲甲纽西兰，不过日本强烈要求中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威胁日本安全的行动。澳洲嘛批评试射是挑战的行为，破坏区域稳定。We don't want to see any action that is destabilising, or which undermines th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Pacific and the region.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is a provocative act by China,
which does destabilize the region.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拍拼防止核武扩散，批评中国伫拖后脚无透明建立核武，爱中国参与韩武会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是大文公开飞弹航迹图，讲中国试射巨龙2型潜射弹道飞弹为南海升空，飞过菲律宾李宋岛的天顶，甲要落伫南太平洋落入甲东加中央的公海。吴钊燮批评中国搁再证明家己是恶霸。针对了东海、南海跟台海的周边，以这种假执法的方式在进行真扩权。那再加上昨天对着太平洋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这样的情况，都引起了国际之间的恐慌。外界研判，中国这届试射潜射弹道飞弹，反映出中国核武发展手段得到重大进展。为陆基延伸到水下，有可能威胁美国本土。学者观察，中国典型已经有2次核打击能力，释出战略威胁的信号，目的是恐吓美国介的盟友。事实上，中共的核子武器，它绝对会对美国或其他国家想要在帮助台湾，或者是在跟中国互动上面，会有一个限制。美国会更加的重视第一岛链周遭，甚至是南海这一边的反潜的相关的一些作战跟战略。针对反制中国潜射飞弹威胁，学者认为显示第一岛链的国家未来伫反潜作战、水下情感情也加美国合作的重要性。炸弹发射。若是国军这礼拜伫屏东展开新疆操演，7日暗时车载式复修式飞弹头一摆进行夜间射击，炮弹的声音、飞弹的火星照光规暗暝。国军展现24点钟野战防空防卫能力。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台湾的日本媒体人士班明夫昨伫台中演讲结束了后，伫饭店大厅，被一个香港查甫人攻击。总统府表示讲呢，这就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发生后了后，头一站伫台湾发生的跨国定案暴力事件。立委会也表示讲，境外势力利用这香港人来到台湾真方便的这个特性，就派这卡鸟啊来台湾拍人犯案。该还好了，就是嘴唇还有点肿，牙齿还有一点痛。前一日伫台中，去有一个香港籍的查甫人攻击了后，日本媒体人士班明夫的喙唇也是整整。针对这个嫌犯，哪像受计划犯案？士班明夫认为讲，这并不是单纯治安的事件，背后是有组织伫规划甲执行，目的就是要让支持台湾的人唔敢讲话。我们不能退却，因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恐惧，为了让大家感到害怕。感到不敢说话，这是这些邪恶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目的。如果让他们达到目的的话，我想台湾的言论自由会一步一步倒退。士班明夫强调讲，伊袂因为安尼怎救气，会持续替台湾讲话。外头看规个案件，7日伊受到邀请去台中演讲结束了后，伫会场饭店的大厅，向去互卖货的嫌犯转位面甲幕内。嫌犯犯案了后离开现场，随便去机场要离开台湾。加在警方伫咧嫌犯去离飞行机进前的15分钟，随甲人抓起来。毋过，甲这个嫌犯做伙来台湾的另外一个香港人，伫咧案件发生的前一天就已经离开台湾。敢是共犯要来厘清。经检察官讯问并审酌相关证据。认其涉犯刑法伤害及以强暴方式犯公然侮辱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勾串共犯及反复实行伤害犯罪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我们不容许境外的人挑战台湾的公权力，呼吁中共在台或者做其他境外在台的协力者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在台湾打了人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法的动作之后呢，马上一张飞机票就可以飞出去。立委会表示，士班明夫这个案件，甲在台香港人唐伟雄伊个拍军管去互破邮差的案件，两个是真相像。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湾利便的特性，用工拍了后就随刀走的模式犯案。总统府讲，这个案件是伫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了后，头一件伫台湾发生的下国镇压暴力事件。伊嘛大力谴责中国各种跨国镇压与监控的行径，包括以国内法进行威权扩张，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戒和共同担忧。总统府嘛提醒，台湾的民众若要去中国，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从2024年到今年6月30为止，已经有374个台湾人伫咧中国去互关押起来，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互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一直想空想拍，想要渗透台湾，检调发现讲，这中国科技公司呢，甲国内的业者做赖口子，假做是天下杂志编辑，讲要甲人采访，说是想要偷摕机密，甚至寄电子批内面有藏骇客程式，想要入侵对方系统。专案有2个台湾人涉案，也犯告执法的部分，要予伊解雇无起诉，也若犯罪，中国人已经甲发布通缉啦。检调到公司专门敲找约谈的2个前后任负责人涉嫌甲对方交结协助不法事项。理性及诚信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予大陆网军使用。来涉案的公司登记的办公地点现留大门锁条的，无法度知影内底的状况。不过检调查出2个业者收钱办事，注册的真侪个赖小号，组合厦门市旅地信息科技公司，予对方不法人士为114年3月开始，假做天下杂志总编辑，接触国内政学界人士，想要偷摕机密资料，连立委助理都是伊入手的目标，好甲再无去骗去。提供了我一个里面是夹带压缩档的文件，是必须要透过加密的方式才能另外再开通，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通报这件事。就是我通报之后，他们还是会再跟我联系。突然有一天就是跟我说，直接给你一支专用的手机，让你比较方便跟我们联络。对方锁定的对象，唔拿国会助理、咱自外管处甲创造为5年做有关的人权团体，嘛好列做渗透的目标，靠2大手法发动社交工程攻击。第一就是加赖，假做采访、邀稿、探问资讯。过来就是寄有恶意程式的电子邮件，若是点击下载，设备就去骇客控制。目前主导犯罪的中国籍姓洪人士已经发布通缉，过来2个嫌犯是得到原起诉。2名被告分别涉犯帮助非法利用他人个人资料罪，均予以缓起诉。缓起诉期间为1年，分别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12万元及5万元。检方考虑涉案个人认罪有贿赂，嘛缴回人民票3300块的犯罪所得，涉犯的告知法罪嫌，可以1年原起诉。被告妨害电脑使用部分，因为查无电脑实际去骇客攻击的事情理由，罪嫌不足，以无起诉处分。记者采访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6月25，屏东落大雨，做大水。内部呢有一位老先生伫因家的门口捡到8000块，送去派出所。这厝边保安讲有13000块碰见啊，怀疑讲是这老先生甲这5000块暗藏起来，就要甲救。啊，那这个老先生是真无奈，讲这是好心互雷金。好心互雷金啊，对啊，就以后像这样子的话，谁敢进？互厝边误会，老先生真无奈，敢是去翕到6月25做大水雨，内部学人路徛喺阴角下骹倒悬，过道水较摕。老先生出来门口要整理花卡，看到8张1000块的现金铺伫水面，赶紧捡起来用面巾拭互干。第2天摕去派出所报案，无想到煞去互厝边怀疑伊侵占5000块，因为隔壁的吴先生讲，伊拍唔见13000块。我确实在这个地方捡到8000块在水中漂，然后他就说。警方问我要不要提告你，我想说邻居我不提告你，可是麻烦你赔我5000块。我说没有这回事，为什么我捡到8000块，好，我要再额外贴你5000块赔你呢？1张1000块的13张，3折的话，它不可能会打开来飘走的。而且它是放在黑网的里面。原来因为厝边吴先生家己把钱用乌网仔包咧收伫下柜仔内底，控6二5饮水下柜仔倒去，钱找袂到，怀疑是毋是流去隔壁，才走去问老先生。老先生讲，伊看到的就是8000，一张铺伫水面，和厝边讲的金额包装无同，所以表示无看到。结果去互吴先生怀疑侵占。整整找了2-3个小时，我连续问他问了5次，他都说他没有看到钱，也没有捡到。有关侵占遗失物品罪之规定，必须对于脱离他人持有之物品有意持有为所有之犯意，侵占入己才会成立。老先生料想未到，好心倒捡钱，结果互人搁侵占，不过伊唔惊，就互法院判伊一个轻别。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南投有民众发现讲，失伫行动无方便的老母亲的身躯顶有真侪乌青，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印尼看护照顾因妈妈的时阵，动作是真粗鲁。义工团体表示讲，雇主会当停聘换人，等这新人到位的过程呢，会当申请休喘服务。
电杆翕到这个印尼的看护，甲老大人抱起哩面床顶，要求伊家己倒落去。毋过老大人动作较慢，看护嘛失去耐性。中山啦！哟，我走走了，大家困到啊！你中山啦！看护动作是真粗鲁，甲老大人拖起哩面床顶。毋过老大人拄动关节的手术，袂堪这安尼黑白球，听甲一直哀。南投一个好小姐就表示，5月初开始请这个看护，毋过最近发现厝内钱甲一寡物件定定碰见，而且老母的身上嘛有真侪乌青烟灰伤痕，怀疑这个看护有不当对待。因为我妈妈有癌症，有失智，然后又动一个大手术，就因为这样，所以才请外劳来。那这个外劳他明明知道我妈妈有做髋关节的手术，还故意这样子用力的摔她髋关节的位置，协助其完成这个伤害以及妨碍自由的告诉，那将择日通知涉嫌人到案说明后，已请南投地检署侦办。警方就表示已经受理报案，而且函送地检署调查。何小姐就表示，这个看护是合法聘请的，不过要甲中人要求换人。对方表示，目前人力是真恶找，何小姐敢会当私头路家己照顾。义工团体就表示，拄到同款的状况，车主会当废止聘请，而且申请长照的喘息服务。那也可以进一步去申请立即递补的这样子的程序。所以申请递补来讲话，就不是一般需要等待比较长的一个转出期的部分，也不用再重新跑那个初次申请的流程，还要去配对媒合的一个部分。义工团体就认为，会出现这款问题，甲这个看护的适应、甲文化背景有关系。建议讲，伫咧聘请的过程，会当加强沟通甲互动。若是有掌握到疑似不当对待的证据，就会使用正常的途径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宜兰，逐年歇落来时阵的大活动，就是国际动员艺术节。开幕了后，说是问题一大堆，那水质有问题，也有囡仔去踏着这铁钉啊。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强调，已经有要求文化局要赶紧改善。家长摕手机记录，发现宜兰东莞这个戏水区竟然充满铁钉啊！会要记录，都是因为家己的囡仔已经踏着伤。有去戏水区玩水，那玩我们是中途想要休息。然后到他们放置的鞋柜区，然后要领取我们的鞋子拿啦。那小朋友就在那个时候踩到。民众质疑县政府应该用相关的标准做好场地安全管理，全面检讨施工了安全验收、巡检流程甲现场危机处理的机制，不是等到有人受伤才要开始清理现场。园区初一早起，也是会当伫戏水区发现铁钉啊，问题到今也未解决。若前几日啊，阁有民众囡仔行伫园区无站到，互擦着伤，需要手术甲刺挖出来。水池的水质嘛，互民众怨叹，四界拢是晓摊落来的风水擦。宜兰国际动员节是热热的热门活动，不过今年初四开幕了，煞全问题，囡仔着伤，嘛互真侪家长有影真烦恼。影响安全的话，就还是要改善吧。党县府都已经掌握到它真正的一个原因哈，那我已要求文化局立刻的加速来改善。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初次伫县务会议进前受访问，伊表示有掌握到东莞节问题的原因，已经指示文化局加速改善，关心伤者。不过是安怎东莞节的品质会后去后续，敢是要修园整修等等的问题，林茂成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这几年保护海龟成果做了真好，也是民众爱去畅水的地点。就一位畅水教练当着一杯石菇，或者钓鱼仔线颠掉咧，赶紧拿刀仔甲伊挂好灯。这个影片也引起大家搁再重视这海洋废弃物也搁有粪扫的问题。这个伫海底翕的影片是随世界团，画面是伫正南的海面下骹，一只海龟互钓鱼线绑条，无法度自由游。畅水员用身躯顶的配刀替海龟来解困，这不是国外的场景，是伫台湾屏东的小琉球。你在带客人带到一半，突然有一只海龟从很远的地方游过来，然后游很近，然后后面发现它身上被缠住网子，包括脖子那边都是，我就把它解开，解开之后它就游走啦。就是过程中还是没有抵抗啊。这只受困海龟的影片是引起民众对离岛海底环境的关心，这是畅水教练迄当阵翕的时阵无想到的结果。海底下还是有啦，但没有到非常明显，岸边比较严重。最主要海龟会受害就是掉线吧，岸边的游客的垃圾、保特瓶、饮料杯啊之类的，还有吸管啊，可能会掉到海里面。
滚骨琉球香港所清洁队工，大工差不多拢爱拼100多公斤。这种铺伫海面的粪扫，亲像塑胶管啊、蓝扫啊、希望和蚵仔的鸡啊等等，有一寡是对外县市，也是其他的国家铺垫到台湾。来看台湾海岸线，这铺垫的粪扫废弃物对海洋生物造成的危害。今年3月的时阵，屏东澳湾只野放2只拿索龟，嘛是互脱网和废弃的希望白条。宜兰艺棒现场发现的特别绝种的结龟，因为甲9公尺长的希望吞落去。救援了嘛是不治，海保署表示废弃的鱼具和粪扫是海洋正大的危机。渔业署和地方政府嘛已经针对脱网和刺网定使用规范，加强维护严禁海域生态地。记者综合报道。中联邮局的沙拉油检出讲有低含物苯偏比，食药署本地是要求讲，使用这有问题油含量20%以上的产品就要落架。不过台北、高雄两位市长公开这期了后，中央政策出来大灯说，卫福部长赵忠良下晡伫记者会就宣布，含量20%以下的产品要伫咧初八暗时12点之前全部以方式落架，检验证明无问题才会当过背。中联邮局验出低含的物质苯偏比的事件持续少。卫福部表示讲，目前调查显示讲，中联下游的厂商南桥早到伫5月13自主检验的时阵，就发现油品无啥正常，但是一直到6月30，中联才通报主管机关，中是经过团主审的延误，已经违反相关法规，会追究责任。另外，中联 ND 通报对这过程嘛涉及不实，食药署会照安法来罚因1亿6520万，创史上上悬的裁罚金额。根据它的这个情节的轻重以及贩售的影响程度，那么一并去考量，那么计算出来1亿6520万。食药署伫初7的尾暗嘛，佫一摆开记者会，公布下游360间受到影响的业者，因的232项产品的明细，其中330间产品内面有17项油品，内面有26间是做餐饮来使用，另外有30间下游的业者是选中1级的黄豆油，有3间是做餐饮来使用。卫福部长赵忠良嘛临时参加记者会，佫亲身宣布其他无到20%的175项产品，嘛必须要伫咧初八半暝12点之前拢以方性落架，等提出检验合格证明，就会当顶提出来卖。那么为了让它能够落实，而且迅速，因此决定全面下架，预防性下架啦，不是完全就是不可以，是说先预防性下架，那么如果检验合格的，仍然可以继续上架贩卖。有在野党的立委要求卫福部长爱食药署长为中联油品案落台，赵忠良回应的时阵，共款强调家己的态度拢共款，只要搁第一公职一天，就会尽全力来做好工作。对中联油品案一定会公开资讯，追究责任，持续强化食安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中联邮局暗砍事实，然后通报等等罚1亿6520万，是有史以来罚上重的。伫中华的泰山公司也互这卫生局罚600万。第一站的下游呢，这复修服务伫6月中就知影讲这油有问题，说是慢19天才通报，拢甲因罚300万。然后知影是认为讲这中央伤过拖疏咯，爱这卫福部长呢赵忠良落台负责，也呼吁政府呢爱扩大全国油品检验和调查。中联低含油引起全台湾食安风波，台中市长罗秀燕开第一枪，针对设伫台中的中联，也甲头一手业者福寿服务公司，6月中就知影油品钞票刷延误通报19天，涉嫌隐瞒，稍微各罚300万。伫中华县的泰山公司，原来互卫生局重罚600万。对于涉及这个致癌油的3家公司，根据食安相关法规，采取最高的罚则。没有及时通报卫生主管机关。那另外，在本局7月1号稽查时，公司亦未完整说明问题油品发现跟处理的过程。对13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有3个月啊，民众党团质疑目前回收比例较无2%，批评中央处理上慢，各点名要求卫福部长赵忠良落台，行政院长都用提交立法院专案报告，爱向全民回释的。业者只需要自主管理，业者只要自主揭示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总统、请行政院长、请卫福部长带头示范，喝给我们看，吃给我们看。4月份就制造出来的污染流药，我们到今年端午节过后2个礼拜才知道有问题。我家这一瓶到底能不能吃啊？需要自己上网查，自己对批号，自己研究留下。
政府是在治理国家，还是在办全民版？大家来找茬。国民党团呼吁政府爱随扩大全国专案抽验，完整公开受影响的厂商品牌产品配合者名单。卫福部必须要把这些退货的资讯呢，在整个网站里面呢，更清楚的一个去标示行政部门站在捍卫人民健康的立场，该有的作为一定要拿出来。超过标准的油制品必须马上下架，而且没有超过的，也要求厂商自主检查，能够提出安全的保证。让消费者在采购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的知道。另外，我们要求教育部对于所涉及的学校，进一步的跟学校取得联系。所幸目前是这个暑假期间，并没有营养午餐的供应。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党员代表示，食药署当动员所有人力清查受影响361间业者的油品，会赶紧公布完整的清单，让民众依照科学标准掌握产品的资讯，同时处理后续油品供应继续稳定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气象署的医保员陈建安，今年5月17日，伊伫咧台北中庆南路骑蚵仔骑正强，互警察抓落来改做毒品快胎，想袂到出现安非他命阳性，身躯顶也超着其他的毒品，依照毒品公共危险罪嫌上班。今次去翕到一个细蛋的骑奥多麦熊熊冲出来，车一大堆伊所一路颠倒向抓行，差一点就去下着红色的奥多麦，好甲这对方闪过，意外则无发生。今年5月27日，伫台北市中庆南路2段，警察伫巡逻的时阵看到有颠倒向的车，随过去甲查。证件、钱包。警方发现这细蛋的驾驶过的人戆神戆神，怀疑伊涉嫌食毒驶车，随实施毒品喙内的快胎，结果是阳性反应。警察随扣车，而且对伊身躯顶敲出毒品含食毒的工具。他就是逆向嘛，然后神经恍惚这些，给他做毒品快筛测验，他就是呈阳性。现在呈阳性之后，就可以现行犯逮捕，逮捕之后就可以附带搜索，就可以看他的车子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就看到还有安非他命这样子。警方照涉犯毒品和公共危险罪的罪嫌，甲细蛋的移送法办。没想到伊竟然是前气象医保员陈建安。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低温。2021年以后，已经转换工作项目，是帮助医保技术开发的配合辅助的工作。对陈建安涉嫌食毒驶车，气象署正式5月已经接到通报，做内部的清查，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相关案情在司法机关的积极性，在查证的为师若属实的话，本署必当秉持依法行政、无枉无纵的原则，依法严惩，绝不宽待。多家案件一直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规年就查到8659件，今年1月到5月已经来到6730件，多家嘛造成车祸事故。今年1月到4月，多家死亡数都有9个人这么多。记者综合报道。今个经春天，部的部度天物价直直起，弱势家庭生活压力是愈重。基督教救助协会指出，讲受协会帮助5000多户家庭内面，平均一个月收入是2万6，比政府规定的上价工资搁较少，食食的费用就占37%。民间团体是希望讲募一寡社会资源来帮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你们小小的一份捐款，一份爱心，真的带给我们人生是多么大的暖流。因为糖尿病、目睭过样看无法度做工课的弱势代表，可是物银行的援助，让伊通继续生活落去。民团指出，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不过对收入无济弱势家庭来讲，经济好物价直直起，因的生活颠倒愈来愈艰苦。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2026年5月伫外口的食食比去年同期起3%，厝税嘛起1.76%，基本开销的负担对弱势家庭来讲是愈来愈重。大约有70%都是没有办法拿到政府补助，可是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低收入户更糟糕。对于这些弱势家庭来讲，大概就是将近了3.5%到4%，他们是用在吃的上面。根据基督教救助协会内部的调查，因有帮助5465户的弱势家庭，这个家庭月计平均是26654块，比目前政府定的通维持基本生活上价工资29500块，搁较少。其中食食的费用占37%，嘛比主计处2014年调查一般家庭食食费用占15%搁较悬。另外，民团嘛指出，其中有29%家庭，主要是因为身心有各样需要协助。若65岁以上的个案，适龄
的比例阁超过14%，显示高龄甲适龄家庭面对的生活压力是更加大的。很多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主动或是第一时间发觉，但是透过1919的关怀网能够走入社区，然后透过教会或是社区当中的人际关系去了解说有一些突发或是急难需要帮助的家庭。协会表示，这弱势者除了经济弱势，资源嘛较少，拢爱靠协会加入社区发现。啊，若今年1919救助套餐募集活动已经起过了，希望募集社会资源，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协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记者郭金阳、志光台北报道。洪台渐渐咧瓦近，这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防灾救灾能力，补备3000底活动式的防水闸帮。这个洪台呢会免费借予民众，也有社区使用。彰化县水利主管处的人员提活动式的闸水帮，一块一块要甲倒起来。插进去，这边压进去，拿，那个组装好一片的。只要空甲笋搭一个，就倒好势啊！彰化县政府今年头一届推动使用活动式的闸水帮，而且会使来借，总数要3000底。这届因为强烈风台把位挖来，县府已经把闸水帮分去开饮水的14个乡镇市。我们装沙子的传统沙袋一袋就20公斤，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现在所谓科技沙包，一开始的话到3到5公斤可以很好搬运，但是加水之后它会膨胀，所以如果能搭配我们这挡水挡板，它本身一块的话只有6公斤而已，所以你要煮起来速度非常的快。县府经过测试，每一袋差不多会当取代30袋传统的沙包，会当挡差不多50公分悬的积水。这几年底因时强降雨的频率大幅度增加，当涂骹的水下袂离的时阵，民众就会当真紧甲闸水帮倒起来降低饮水的风险。开放会使来借了后，已经有不少民众来领。看起来还蛮踊跃的哈，因为过去有一些低洼地带还是有淹水的现象。我们除了县府提供这个挡水板之外，我们还自己有提供这个沙包。这个就放在那个家的那个入口处啊，门口啊。水流过不惊摄入来时哦，是细江入来时，得个时啊嘛是个甜。民众讲，目前看闸水帮是有比沙包较好，不过因为甲固定式的闸水帮无共款，效果爱搁看卖。遐若变落雨，就较会饮水的落江流加。店头认为讲，闸水帮确实有比沙包较有防灾的效果。要淹都淹到小，那你看一个门口要挡到小腿高的话，要多少包沙包啊？做挡水板的10多户，然后做沙包的可能不到2户。当地店头讲，8楼的时期若搁拄上大水雨，高时靠沙包是无够。不少店头除了使用闸水帮来预防淹水，嘛会甲1楼的家具甲物件尽量搬走，来降低淹水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洪台特别来，这花莲的万里溪帮山潭敢会提早填出来咧？这水坝砖头大家拢加强戒备。另外，这江福乡马太安溪虽然无帮山潭啊，不过水头呢有2亿外立方公尺的沙石啊，敢会因为落大雨就强流来，也引起大家关注。听讲又搁要撤离，万里溪帮山湖水坝的保存湖，大概是海惨。不过面对巴威强烈风台的威胁，大家还是唔敢大意。我觉得一定要把上面那个堰塞湖填满，赶快把它处理好，我们就不会过着紧张的生活。希望它如果说溢流的话，是慢慢溢流下来，我不要一次把它冲下来，我就担心了。水坝的民众大部分拢希望讲，风台大来雨量会当解除万里溪帮山湖的危机。不过，经过顶一搭9个人小组去探勘的观察，帮山湖正平真无稳定，加上大水雨病落来了后，可能会阁有其他的所在崩起。上面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岩石，很可能你的坡脚被侵蚀啊，然后它溢流之后它会再溃，因为它上面的崩积物还有很多，就是说它那个崩塌的东西会再下来，可能会再堵住这样子。林保署表示，这几天万里溪帮山湖还会继续崩塌，所以预估欠水量会增加到600万吨，即卖欠水量差不多是325万吨。风台若来的时阵，可能就会熊填起来，所以嘛修正发布红色甲黄色警报的规定。在灾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我们就发黄。那如果它是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另外，八达安溪水头虽然已经无帮山湖，不过水头山区也有2亿4千万立方公尺的土沙，也无互风雨扫落来，加上爆花也未完全做好势，江福乡的乡民拢真烦恼。我们长项羽落在那个地方，把2亿立方的沙子带下来，我们部落
我们将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土石流。上游的水，如果说台风一进来，上游的水还是会下去，那些排水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掉。李保书强调讲，八大暗溪水头崩塌的所在，拢有做排水的工程。不过，雨量伫48点钟内，若超过400毫米，就会发布黄色的警戒。未来24点钟，若可能会落超过400毫米的雨，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另外，若出现新的100万栋以上的崩山湖，嘛会随时发布警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昨早起8点外个在喷发，是喷到半暝才停，附近的农地拢受到影响。民众也讲呢，这已经是今年第2届喷发咯，加在最近是休耕期，损失较细。哦，安尼话收少。红红的火青甲被二道关，大量的土墙未输海景，一直对土骹喷出来。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初六早起8点外又搁喷发啦。这回喷发的地点，同款是伫咧公园圣殿的庙边，做一摆有3大组规喷土墙出来，场面非常的壮观。一直到半暝啊，拢还阁有人专工走来看。8点发现8点半，点火。嘿嘿。哎，怎么开始倒？倒到几点咁在？倒到我11点转，还阁火色较大呀。嘿嘿，哦，人好足济，我无法度爱休息。昨天有看到那影片，今天才。哦，今天就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在喷啊哈。对。有民众切透早走来看土墙火山已经点起啊，不过也是当看到喷发了后流落来空，规个庙埕甲附近的田园拢是也未完全打起的土墙。民众讲年初有喷过一届，这回喷的规模甲时间拢比顶回较大，大约有2群地受影响。加在即阵是休耕期，无啥损失，只是想到这土墙无法度做滚工，打起了后怪请人来处理，民众嘛是真无奈。有拢中有来咧探勘啦，啊，第即批的学生也拢有来咧测量、测试啊，啊，到底要安怎，因拢无报告互我，唔知影。土墙火山安怎喷出来有偌壮观，民众可见看甲真心色。不过对受影响的民众来讲是真头痛，见摆若喷山，拢爱请怪手来挖，才有材料处理。尤其卡起来土方要安怎处理，嘛是一个大问题。记者郭明哲、柯卡祖、屈超用屏东采访报道。空中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正式修复完成，8月要对外开放，而且甲定做是文化基地，希望成做台湾艺文的新据点。好人有力的歌声，伫电影空间响起。美男族歌手宋武伊展现会转人心的歌声，国家友人新歌合作，结合歌声，沉稳有力的表演。宋武伊甲友人新歌合作的作品《我转来呀》，初次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演出。就伫同一天，边仔的空总局办公大楼嘛正式宣告《我转来呀》。长走道上面，未来会有。伫台北市上繁华的仁爱路甲建国路交汇点，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也就是较早的空军总司令部，一直互人当作是新创文化的培养基地。却因为场馆分散，展演的空间甲动线规划受限制，长期面临使用率低的难题。因为当年这个毕竟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是分散的，靠不断的有艺术展演，一种是靠艺术设计，甚至于靠一些外观或者地景地貌来改变，让它变成是一个在外人来看是一个整体东西。为利用古迹空间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创作基地，专项展现古迹的样貌，结合多种艺术活动。不过，空军总司令部旧大楼要做改变，还有一寡条件。那它位在整个空总基地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再加上它有四面八方的入口哦，我们里面不管是室内空间或者是户外空间，提供了非常多的资讯，让民众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周边所有的各场馆之间中间的讯息，让民众可以瞬间的缝合起来、连接起来。空总的新大楼未来文博会等拢会伫遮举办活动。文化部期待这个所在会当变作台湾艺术文化主要的基地。记者采访报道。义工教会本地是林义乡的徛街，就是1980年发生林家血案的地点。今年因为电影《世纪血案》的争议，互更较侪人关注到台湾的人权历史。休热期间呢，这罗里亚剧团也推出亲子活动，甲义工教会合作举办台语导览，要互大人一个囡仔了解到民主一个人权的重要性。
你的妈妈就是互发现就是讲倒伫即个楼梯口的所在。义工教会也无使用台语导览，甲民众解说1980年林家血案的过程。即阵向抓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了解过去甲国家暴力对人权的迫害。有学生讲，这是头届听到这段历史，想袂到过去台湾要发生这款代志。感觉就有一点恐怖，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几年有开始咧发展迄个不义遗址啊，其实有足侪导览会当参加，咱应该毋是应该用真侪角度去熟悉台湾历史，不管是欢喜还是悲伤还是痛快。林家血案事发的地点，就是即卖义工教会。伫去年，互文化部设做专项正义场址，罗里亚剧团的工作坊就办伫咧遮。团长讲，因长期透过表演，互囡仔了解人权议题，像爱唱歌的戏，就是其中的一出。剧中演员嘛，趁暑假推出一系列历史补课的活动。教会牧师也表示，真欢喜这个专项正义场址会当甲艺文活动相结合。阮是一个艺术团体嘛，艺术就是运用艺术来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互大家知影，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咱的民主。互囡仔有一个安心会当表达意见的国家。迄时阵教会场地无咧使用啦，所以有一寡团体若想要来参访，也是要借用的话，基本上阮拢是做这个历史的介绍安尼。牧师也讲，义工教会自去年就有甲导演合作拍片，拍算在今年9月在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会推出纪录片，希望场址的记忆会当透过影像传播，深化社会对人权历史的理解。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国际新闻，讲到这古巴的全国电网站国在各样啊，这已经是半年来第3届，专用大概有上千万人无电通用。古巴的前领袖劳尔·卡斯楚的外孙，今年42岁的小卡斯楚接受今日美国的访问的时阵，伊就表示，敢要含这美国总统 Trump 来谈判，伊的态度是真开放，甚至表示讲无排除甲政治犯放出来。加勒比海的热人，烧气是热撇撇。原本古巴就已经有2/3的地区伫轮流供应电，想要到7月中昼，老旧的电网竟然全面停去，互规个古巴是拢无电通用。大家工课无法度做，嘛热甲无法度休困。亲像安尼的全国大停电，对古巴人来讲其实无啥奇怪，因为这已经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8届，嘛是今年的第3摆啊。¿Qué más te voy a decir? Mira la cara. Ya la cara te lo dice todo. Y como yo, Mile. No es fácil. Acostumbrándonos a las caídas estas, porque todos los días yo no duermo. Tú me ves aquí, yo no duermo. Y el agua, ni decirte, aquí en este pedacito hace 30 días que no entra el agua. Aquí hay ancianos ahí postrados que ya tú sabes. Esto da mal. 好佳在伫全面大停电了后，有部分电网开始修复，佮对首都哈瓦那开始豆啊恢复供电。虽望安尼，电力停去对着整个遭受严重能源、燃料甲药品欠缺的岛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又阁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古巴共产党政府来讲，面对美国总统 Trump 一直增加的施压，无论是能源也是经济方面，压力是愈来愈大。就伫这个时阵嘛，传出古巴卡斯楚家族内面现出是42岁，正手有6支镜头啊，互人号做摩黑的小卡斯楚。头摆接受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的访问，小卡斯楚伫古巴政府内无担任重要的职务，不过伊说是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亲手带大汉的外孙，阁是伊重要的助手甲保镖。外界并无啥知影这个小卡斯楚，透过美国媒体对外发声，毋若放出消息，嘛显示伊有可能即马已经是古巴重要的政治核心人物。这场伫个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的旧办公室进行的访问，阁互人看做是古巴甲美国重启外交对话新的方式。小卡斯楚讲，伊会当甲美国指定的任何人谈判。如果有机会，川普本人伊嘛会使。伊当时嘛讲到，若有适合的条件，伊就有可能会当释放政治犯。公司新闻洪祖梅编译。这意大利南部当日高温警报，不过伫咧普里亚区有一群人无需要开冷气，因为因当地有流传几落百年的世界遗产处理的石头厝，这室内室外温差上侪会当差到15度。
一栋独特的圆顶石厝，正古水，则是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区有香菇川名号的处理建筑群。伫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伊队形亲像笋的特殊厝顶，伫流体力下有掀起，因为热空气会对金字塔造型的厝顶升悬，厝内保留更较侪冷空气。I trulli mantengono al contrario la temperatura esterna. Anche questi bollini rossi da 40 gradi, 45 gradi, abitando nel trullo non si sente questa differenza, si avverte, però si sopravvive. 这代代流传的古老智慧，爱靠一定坚持传统的工匠手工完成。这种无费年建筑技术，完全由当地石灰石头贴起来，工匠套路。这种石厝免用暗涂，完全是纯手工石片卡榫做的，就连石片拢是更加正浸重。那在这特殊以高湿的壁，阁是挡住热浪的关键。一般的石厝壁高度会有3公尺。Diciamo i trulli, più grosse sono le murature dei trulli, più sono termiche, no? Perché normalmente un trullo ha 1,50 m di muratura. In alcuni casi ci sono stati trulli fino a 3 metri di muratura. E le gradazioni variano, perché su un trullo normale vanno o meno, la differenza sono 7-10 gradi, no? Mediamente, tra l'interno e l'esterno. Ma molte volte succede che anche 15 gradi tra l'interno e l'esterno. 这流是当中的传统技艺，因为伤过辛苦，少年人拢无愿意投入。不过即马环保的建筑意识起来，一时代也看到每一块石头背后的无形价值。因为祖先留落来严格工法，竟然在数百年了的极端气候当中，重新展现出甲自然共存的古老智慧。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